动你。黄文兴、赵咏华、李玉和三个人为母女来唱歌，超级夜总会粉丝都特别贵的都不来看。哎，碰碰，听说今天有人大老远从北京赶来看你，哈？看我？您大名是？咱这边呢，精彩这段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已经渐渐白，也是悄悄讲咱一切无问题。你是我的天，藏在心内底，不捌对你讲过。吵闹大声拢是假，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。你是我的地，感谢每项陪伴为我保白白。你的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，虽然你不捌后悔，空气风浪我的中心跳。你的是咱的一个家，为你路坎坷也着飞，感谢你心过一切，用心经世，认真打拼天地。接下来欢迎美声小天使赵咏华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咏华。带来这首《海海零星》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多谢。人讲这心情，海海海海路行，唔通我头目梦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加到思念？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阮来行。无人心间永远孤单，阮的欢喜有缘你作伴，要离开悄悄无牵挂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行，通我头梦梦着的梦。谢谢，我们欢迎10大金榜歌手李玉衡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看似一幅画，平
一个台北来做客。鹏哥你好，春哥好。是，这位李小姐是堂主点名，对吧？哈，堂主点名，李玉和小姐嘛，哈，你看堂主关系较特殊，因为咱讲台语听较无，对，所以咱尽量若要讲伊安怎用台语啦，吼。我会当翻译啊，用国语还用台语我是？讲伊啦。你要讲什么歹话吗？应该袂吧不是你啦，不是讲你，我是讲边你边迄李小姐。我是讲我会当帮你翻译，你若袂晓讲国语的话。你问看伊大条挂到位？你大陆是请问是内地的哪一个地方省份的人？不好意思呀，刚才。这几位一直在说台语，我一句都没有听懂。可以让你的翻译官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然后你们笑，我就跟着笑就好了。没有，不是。请问你是哪人？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哈。我来自大陆的浙江。浙江。对，温州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。有。然后我叫李玉和，非常的开心哦，今天能够受郭堂主的邀请，谢谢你们。哇，那个荣华，是，我想要要讲啊，你莫甲翻哈。好。文生啊，我看咱危险嘞。安怎讲？歌坛都伫咧做拜生存啊，搁要过来咱抢饭碗嘞。这免翻，免翻。我无讲，我无讲。我是感觉当然来个试看卖啊，你看。是。好。那个安装，让起让 K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会崩。我们现在都在赞美你。对，谢谢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会崩。我们现在都在赞美你。对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这台语歌一定无法度的。台语歌伊可能袂唱啦。我你个扣看麦啊。这不知道您闽南语歌曲能否朗朗上口？您会唱闽南语歌吗？我好像就会唱一首。哪个？应该是说台湾最经典的一首民谣了。是爱拼才会赢吗？不是，那不是民谣。但是这首歌在大陆真的非常的流行，好像大家都会唱。但是呢，我这次来，我特意学了一句。特学一句《望春风》这首歌。还有《望春风》望春风。超过40年的台湾歌谣，非常迷人的歌。望春风，安尼好难，咱莫讲讲人欺负，咱来小配合一下。那李玉和你再站第一个，好不好？文生你徛第二。我徛对。你徛第我徛这。你较过来哈。好。那个孙啊，孙你来讲。我徛呀。那个可丽。可丽你来讲。哦，在那边。哎呦。通通有。然后嘞？你面呐？我面。向右走。怎么在？前进2步走。往前走2步。停。你的国语听不呢？那个碰狗说的不是人话，他们听不太懂啊。先脸是朝那边的。哦，脸朝那边。朝这边。向左转。向右看。你们做兵呀？向前看。以前讲到望春风，今仔日望春风大验收，讲台语绝对听无。但是为着要面对咱的李小姐，会较方便。伊讲要练一句，所以头一句互你唱台语，安尼了解无？第一句让你唱台语啦，第一句给你唱，我唱好不好？好，你唱吧。还没，要分好，还是分好。第2句文星唱国语，当年主持人袂使漏开，许孝顺唱韩文。我跟你韩文的韩文是要唱啦。你在台湾的知名度，安尼你讲无法度，你嘴向笑。是在人边呀。我唔知你唱对不对？对。韩文你有学啊？好，我尽量。你觉得还有什么？越南的好吗？越南。好不好？好。越南的。我唱越南。是很难吧？越来越难。我管你。所以这边已经安排好些了。闽南语、国语、韩文、越南话综合版的《望春风》，请了。孤夜无秋天。
到少年家。红长蓝听林松，情郎情送意。越南。啊，大概跟你们回答。空当地个都不讲对答。各位有想要搁听无？喂，文心，请你回来我这边。那可能要越南呐。永华，请补那个位置。我吗？哎，我觉得要换一下哈。哎，喂，不要再找其他国家，我不太会啊。这是安尼年来的。这是不会，有点困难呢。啊，李小姐，中文 OK 吗？中文。对啊，刚刚是台语嘛，那是闽南语嘛，现在换你唱普通话版。好。OK。哎。好，啊，你台语 OK 不？ OK 呀。你是国语版、台语版。好。我袂甲你为难，你绝对有人是唱台语。好，那就还好。海口腔。哇！你都海口腔，我都海口腔，我都跟你讲话，我叫我倒你，我唱歌都唱不出。代志，你家己想办法干嘛无？啊，你都凊彩讲讲呢你啊！我这唱歌都唱不出。卖我袂点哦。你绝对足厉害。因为和徐孝顺做人无菜，所以你唱唐老鸭。我唱唐老鸭。叫你卖做人啦。好。陪你拍准备好啊。国语有点难呢。台语，海口腔，唐老鸭，望春风唱。国语。独夜无伴手灯下，清风对面吹。台语。早起徘徊飞出家，想着少年家。海口腔来了。了的面目背，像的注定。很难呢。哎，你干嘛？没吗？我扫。你干嘛？哎。我扫袂使。袂使学袂来。你个两音咧？个两音。系啊。当，我会做管呢。从今日开始，咱就知影伊做人足可笑的。喂，李小姐有机会帮我们引进内地哈，对不对？是动物园吗？唐老鸭呀。这里应该是顺哥哈。对。我尽量知道。是有机会的话，因为是这是我们这算是国宝级的人物。哎，碰过啊？听说今天有人大老远从北京赶来看你。看我？哎，有他来看你。因为北京有很多朋友其实听不懂台语的，但是呢，这一位朋友特别喜欢你。从你以前的那个家有仙姬那个阿贵有没有？到现在，他现在每个礼拜呢，没有听到你的声音，他是睡不着的。真的假的？今天我访问你，他特别坐飞机来看你。对了。他本来要坐船来的，但是太久了。后来他决定从北京游泳过来。来，我来问一下。现在公计了，为北京呢。来，你好。哎呦，您是中。他长这个样子。把那个画面关掉，只听声音的部分。没有，这个如果光看脸的话，那个也挺帅的，真的。您这个迟疑有点慢了几秒钟。不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还没有请教您贵姓大名。我姓勾啊。您大名是？勾践。勾践。勾践。那您就经常在卧薪尝胆啊？是吧？是真的是勾践那2个字吗？对。带回恁起来，你莫看咱看完马上叫车走哦。你
我说真的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下，碰狗呢，猛一看不怎么样，仔细一看还不如猛一看。哦，你只送给你要唱情一个人哦。歌给他听。唱情歌吗？哇，不行？吗？只有他一个人吗？那我们要把耳朵捂起来吗？你经常上社会版，这样好吗？这不会，你跟你找不干赶快的。对呀你只唱给他听，那麻烦其他人把耳朵捂起来。不啦，那个有一条歌叫做那个泪光闪闪，是日本歌嘛？好听好听。那也第一歌叫做《白灵溪》，但是我又改了一版，叫做《天星的珠泪》，天星的泪珠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